1個星期就到聖誕節啦，相信唔少情侶花緊心思準備聖誕驚喜俾對方。不過想揀一份啱心水嘅禮物，似乎都唔容易。不如聽下其他人有咩好建議。500-600啦，都係諗住都係環繞翻音樂嘅為主。嗰類咯。會唔會有啲心頭已經有啲大概嘅 idea 可以透露下？未諗到，睇緊咯都仲。但係主要都係環繞翻吉他嘅嘢。係啊。有心意咯。點為之有心意？點解之後先嚟 handmade 嗰啲嘢咯 ，handmade 嗰啲自己整嗰啲啊，或者買翻啲佢中意嗰啲咯，即係嗰條手繩俾佢咯，買佢中意嗰啲公仔咯。由皮革公司創辦人介紹，大家製作幾款皮革用品，例如卡片套、銀包等等，工序比較簡單，又可以表達心意。都會係即係特登有客人因為聖誕禮物想嚟學皮嘅製品嘅，咁佢哋可以自己刻埋自己個名啊，或者即係人哋個名啦，同埋自己做自己個款咯。咁佢哋中意獨一無二啊嘛。落手落腳整嘅禮物真係唔係用錢買到，嗰份心意相信可以博得另一半嘅歡心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